語前情景教學法第4個步驟就係俾提示。呢度指嘅係鼓勵小朋友溝通嘅提示。家長可以提供好幾種類型嘅提示，包括口頭提示，例如你想要咩啊？視覺提示，例如出示某個物件嘅圖片，或者手勢提示，例如指向一個物件。呢啲提示能夠令到溝通變得簡單，容易理解，從而令到小朋友感受到溝通嘅樂趣，強化小朋友溝通嘅意願。適用於小朋友都係自己同自己玩，當你問問題，佢哋都冇俾反應嘅時候。為咗提供契機俾小朋友經歷交流同埋溝通嘅過程。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係咪我個湯要㗎？呢個呢？當小朋友冇眼神接觸嘅時候，大人可以將眼睛或者塊面移到小朋友嘅焦點或者面前。你睇下個西蘭花幾大？嚟引導小朋友望向你。但係當小朋友開始掌握眼神接觸嘅時候，大人就可以減少呢一種做法。中斷重複性高嘅輪流遊戲，目的係為咗等小朋友表達佢哋想要繼續遊戲嘅意願。例如喺吹泡泡嘅時候，大人可以將吹泡泡嘅棒擺喺嘴前面，但係唔吹，從而引導小朋友要求大人繼續吹泡泡嘅溝通意欲。你要抱抱？媽媽吹。